有民众家己不定前讲，因伫网络买花干啊，结果送来的煞是石头。那准是伫境外买物件，想要退税，要阁爱纳6000到1万的公证报告费，互真侪人是规气刷去啊。即马关务署是回应讲，因当咧建议即个实际做法，希望讲伫境外买物会当阁较利便。 收到伫咧网络顶买包裹开开看卖内面，即个若一堆废纸，网络诈骗常常发生。虽然会当申请退款，不过若是伫境外买就真麻烦，因为就算是电商平台愿意退，不过已经付的关系是真歹退还。除了申请的流程真复杂，也会减负公证报告加平均6000到1万的公证报告费，或将在消费者规矩家己零税。他买这个2、3千块的洋装。 他的一个退税费用也不过200、300，可是他要面对的除了繁琐的申请流程，还要去缴交所谓的公证费用6000块，还有保证金。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，那就算了。在去年双11尖峰期间，台湾一个月内进口的快递货物报单有565万份，其中有一寡想要退货消费者，不过依照现行的关税法规定，若是想要退关税，应该伫咧货品提领进行。 不过民众拢是伫咧厝内收到包裹了，才知影被诈骗，所以关务署正对此伫咧研究具体可行的做法。之后会去研议就是针对这个民众跨境网购啊，如果有遭到诈骗的这种情形的话，可以在货物提领之后，然后减负这个遭诈骗的证明文件。那依照我们关税法第17条，用更正的方式，更正报单的方式，来办理退税的这个具体可行的做法。立委钟阿兵问讲，民众爱安怎提出被诈骗的证据？关务署讲，无排除采取金管会做法，或者是请民众提供报案的记录。 就要搁再确定实务上的可行性。立委吴丽华也呼吁，既然即马有EasyWeb关务 App， 也应该好好利用这种工具，互民众拄到诈骗要退税时阵，会让更加简单方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